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划船粉。既然这一期也要聊划船粉，所以说如果你是划船粉，最好不要看，没有必要看完了之后留言写一大堆。我已经在最后说明白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你就留言评论；不喜欢就划走，下次不要看。这个节目目测后面一半都是在骂划船粉的，所以说如果你是划船粉，不要自讨没趣。今天股市走势缩量反弹 ，A 股三大指数今日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0.45%， 深成指涨 0.82%， 创业板涨 1.36%， 北证50涨 1.48%， 全市场成交额 1.39万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2700亿元，这个缩量非常严重，全市场超过3000只个股上涨，是一个普涨的概念。下跌的是1847家，上涨的是3166家，下跌大于10%的股票25家，对吧？上涨大于10%的股票122家，看上去还可以。金融消费者今天稍微舒服一点，缩量反弹。当然我们再看看海外的股市，昨天这个道指跌了 2.5%， 标普500指数跌了 3.46%， 纳斯达克跌了 4.3%， 美国的科技七巨头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美股下跌，我想两个方面原因，一个就是它前一天这反弹太猛了，那昨天回撤一下也有这可能。第二个当然就跟特朗普的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还是有密切关系，因为关税政策反复无常，投资者避险情绪仍在上涨，全球资金疯狂逃离美元资产，美国股债汇三杀，亚太股市跟随下跌，日经225指数收跌 2.96%， 韩国指数小幅收跌。有媒体报道说，美国的基金经理认为，有基金经理认为只有中美关系缓和，美股才有可能持续反弹。有人预测说，纳斯达克指数13000点是可以想象的，标普4400点以下。我记得咱们有一个上海大爷豁牙大爷，手腕天上一指手指指天，说这个咱们要到14000点，胡适要到14000点，涨得你都不敢认识。这下巧了，这胡适没到14000点，纳斯达克先到13000，你说找谁说理去？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政府在贸易和国内财政问题上持续存在政策混乱，这让美国股市和消费者信心受到打击，美国将难以避免经济衰退。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9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扰乱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美国的民调机构宇观他说，他进行的调查显示，说近一半美国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决策过程中首先受个人商业利益左右。调查显示49%的受访美国人表示，特朗普将个人商业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30%的受访者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另有8%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的商业利益与美国的商业利益相吻合。需要指出的是，12%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昨天特朗普不是说对大国的关税125%，后来说是140%。总之，特朗普他是比较混乱了。今天大国毫不犹豫的反击。央视报道说，今天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中国对美关税提高至125%，也就是对等反击。这特朗普说的是140%，但是央视新闻也说了，他说即便美方继续加征再高的关税，已经没有经济意义，而且还将沦为世界经济史上的笑话。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继续关税数字游戏，中方将不予理会。但是倘若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利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也就是说，特朗普你随便加多少关税，你就再加10%，已经没有意义了，中方不跟了，就这么着了，因为再加就是笑话。也就是特朗普你发疯，你神经病，这别人不能跟着你后面神经病，加到这儿实际上就已经没有再加的必要了。特朗普自己玩去。咱们还是聊一聊这个胡适连涨4天。由于咱们正在反击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所以对胡适的评论稍微往后放一放，大家自己心里有数。按照咱们政府的说法，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啊。政府说了，这贸易战没有赢家，这是政府说的。言下之意就是贸易战两边都要受损失，那两边都受损失，对经济都有负面影响。你说沪市还要涨，我觉得你还是多沾点心吧。但是沪市如果要跌，会不会又跌到3000点？证券专家刘继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的观点，应该是贸易战当天沪市暴跌。刘继鹏接受凤凰网张涛的采访，大家看视频。跌了很多，您觉得除了汇金出手之外，还能做哪些政策上的这种调整，去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中国股市跌了将近有250多点，跌的幅度很大。我确实是觉得中国没有必要这么恐惧。美国股市在天花板上，这次大概1月底45000点跌到了38000点，跌了7000点。45000点是历史最高，也是从特朗普上任之后就开始跌的。大家知道他这个关税政策就开始往下走，它是在天花板上，这个调整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股市这么跌就让人不可思议了。第一呢，中国股市在资本项目下没有对外开放。美国这个加关税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暂时对中国的股市不像资本项目下开放国家那么明显，因此中国大可不必这样恐慌。第二点呢，中国股市是在地板价上，我们刚刚走出3000点，所以应该说这有可能是一次机遇的到来。美国股市那么高，这些资金退出来之后到哪儿去？因此人们在分析会不会有可能通过香港最后传递到大陆，因为大陆的经济基础还是可以的，那些有质量、规模比较可观上市公司的市盈率都不高，20多倍。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在中国股市沉寂了16、17年之后，有可能要往回调。所以中国股市如果说下跌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是跌得这么深，就应该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所以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股市跌这么跌，你觉得有道理吗？我的结论就是很快大家就会清醒过来，就会进去，这也可能是一次抓反转的机会。第二点呢，就是关于中国的政府怎么看待今天股市的下跌。我觉得我们国家政府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此时此刻就是要发挥政府。因此今天汇金公司入手了，可是汇金公司基本上还是在重复过去的打法，因此需要反思。比如像国家平准基金，我们成立一支平准基金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平准基金就是在今天这种暴跌的时候，为了稳定民心、坚定信心，要冲进去。像这种情况，平准基金它能赔钱吗？各国的平准基金，它都是在股市特别不稳定、低迷的时候杀进去，而且这个如果资金量够，组织的方式得力，是一定稳得住的。我甚至在很多人觉得又要到3000点以下了，我认为不会的。我想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特朗普加关税把美国人那儿加乱了，这中国人有什么必要跟着乱？所以我们的政府一定挺身而出。当然，这个平准基金一花独秀还是其放，把社保基金、把央企、像国新这个国资委下边的汇金都动员起来，再加上汇金系统的金公司、中证金公司，这些都是有钱的。只要大家齐心协力，组织得当，我想明天的股市就会起来。因此我想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不要再犹豫了。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股市的重要性，而且也都知道中美贸易和金融博弈的残酷性。快准备一支我们平准基金，3000点，人就是能赔得了钱吗？第一，稳定了民心；第二，就是拉动了股市，带动了经济，带动了消费。大家回想一下11那几天金融3巨头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连涨了将近有600、700点。是，那个11大家过得就很舒服了，不管是旅游还是消费，信心人气就不一样。拉动股市，尊重资本，才是拯救中国经济下行的不二选择。别的一个担心，因为中国过去有30年的股市历史是永短寻常嘛，所以大家担心这个局面还会重演您觉得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我也举例子，大家现在说今年股市能涨到哪？实际上还有一个相反的话题，就是中国股市今年能跌到哪儿，也是同样有意义的。我在跟一批基金的经营者在谈中，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可能再见到3000点以下很难了。但是今天好像又接近了，过了3040了，但是我还是坚定信心，就是说真正到3000点以下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政府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最后还要到3000点以下，这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也是这个观点，就是恐怕再破3000点难了。尽管现在很接近，但是我想我们的政府只要有决心、有魄力，想干成这件事儿，就应该能够干成，把股市拉起来。股市还能再见3000点吗？这个是一家之言，大家自己看一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这个股市它的走势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我们对股市要有一个判断，就是不要二极管。什么叫二极管？它一跌你就说它要崩盘，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同样的，反过来就是不要它一涨，昨天拉了根大阳线，牛市就来了，这都是非常极端的。相比较外部环境、地缘政治、国际贸易，我更看重股市内部，对吧？它自身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这个重视，有没有得到治理，有没有得到改善？我觉得这个才是更核心的。包括这些上市公司，它符合证券法的要求吗？它真能自身造血吗？它真的能为投资者带来利益吗？等到这些大股东上市，不是为了圈钱，不是为了套现，你到那个时候再说。所以说，最近贸易战期间啊，股市的相关评论也就到此为止，大家自己去想。以辉镜为例，他4月7号那天恐怕是遭受损失，也就是周一那天，到今天为止，他损失回来了吗？不太好说。这个辉镜老师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最近也是一直在评论。关于贸易战这块，辉镜很多观点我是认可的，咱们是要就事论事。辉镜说，中国对美反加41%，坚决反制的大棒打回到特朗普头上，无情击碎了他和他的团队以为可以用集中火力打中国就能够吓倒我们的幻想。面对历史经验如此丰富的中国，特朗普团队居然会觉得关税可以成为一招制胜的法宝，只能说他们太缺见识了。说收下中国最新的41%关税吧，已经互相加到这么高，说实话，我们也不觉得它是啥了不起的东西了，但它是教特朗普团队了解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本教科书，这是他们成长需要的礼物。中国商务部刚刚表示，美方对华轮番加征奇高关税已经沦为数字游戏，在经济上已无实际意义。如果美方继续关税数字游戏，中方将不予理会。特朗普当然也是抨击，辉镜也是在抨击特朗普的贸易战，跟我一样，我也是反对特朗普的这个搞法，但是这反对跟反对是不一样的。辉镜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我也反对特朗普的关税，所以就有那些傻叉说我就成了辉镜。我认为米饭可以吃，你爸也认为米饭能吃，那我怎么就没成你爸呢？缺心眼缺到这地步，这些划船粉就非常有意思。当然，在骂这些划船粉之前，我还得不厌其烦，还得再重申一下，什么叫划船粉？划船粉就是不允许你批评特朗普，你只要说特朗普不好，说特朗普这个不对，他马上阴阳怪气上来说你是洗地，你是拿了什么钱，你是什么外宣。这按你的说法，我是拿了谁的钱，奉命去揭露一个超市是吗？所以这些划船粉就是畜生了。就我早就一针见血指出，不是说你支持特朗普你就是划船粉，不是的，是你支持特朗普不允许别人批评他，特朗普有错误也不能批评，这个叫划船粉。这些人是畜生，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例外。在国外的这些划船粉，你们的好消息来了，大家先看一段视频。Deserves this more than him, and nobody deserves this more than his family does.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the machine comes after you. What you've seen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Couldn't stop him. He keeps going forward. He doesn't quit. He's the most resilient, hard-working man I've ever met in my life. His family are incredible people. This is karma, ladies and gentlemen. He deserves this. They deserve it as a family. I want to thank some people real quick. Bustle with the boy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ighty and powerful Joe Rogan. 这个应该是特朗普当时竞选的时候，你看看人家怎么说的，怎么评价在美国的华人，要把你们赶走。我也说过了，特朗普如果赶你们，我一样会骂他，因为他做的不对。当然了，划船粉他是觉得应该的，因为他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他这个俄爹揍他也是应该的，美爹揍他那更应该，反正都是爹打儿子没毛病，对吧？爹打儿子没毛病，那爹打畜生那更没毛病，畜生不打能行吗？牛马就得鞭子抽。如果说这是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有些人极端发出这样的评论，说要把中国人赶走，不喜欢华人。但是现在在贸易战的背景下，现在美国的政客已经正在推动这件事情。首先是这个留学签证，这个视频
名我就不贴了，你自己在网上找着看去。这个班农建议特朗普立即撤销35万中国留学生的学生签证，让他们坐上飞机回中国去。如果特朗普听了这个建议呢，这个该不该骂这些划船粉？不要以为这个跟你没关系。第一步是赶学生，第二步就赶这些拿着什么绿卡的签证的。你以为你在美国安全？那些有了美国身份的也不一定安全，到时候把你们搞到一个小岛上或者什么地方圈起来，这个也不是没有先例。美国风气正在刮，会愈演愈烈，我都为你们担心。川普的心腹还有他的儿子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叫嚣取缔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这一天如果真到来了，你以为你在美国就很安全吗？你这么无条件支持特朗普，你还不容许别人批评他，你这不是畜生是什么呢？特朗普做的对的，那咱们要支持；他做的不对的，也不能骂，不能批评。这都是什么人？我看还有人在那阴阳怪气，说什么敢骂美国总统，骂美国总统安全。言下之意，那潜台词就是你为什么不敢骂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些人就是叫道德绑架，好像美国这社会这样子，美国什么民主，美国这个制度是他争取来的。你不就跟美国人说的一样吗？哪儿好往哪儿跑，跑去了之后据为己有，以为是你的功劳。你为你现在享受这个生活，你付出什么努力了？你是寄生虫，你有什么资格笑话别人呢？至少我还留在这儿，我还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做了什么？你比畜生还要畜生，你只不过是躲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在那攻击人家在这儿尽自己能力做点事情的人而已。这就和美国的那些人指责乌克兰反抗侵略不一样吗？所以说这些花砖粉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畜生的，也怪不得人家美国人瞧不起，因为你就是蛀虫，你跑到美国去纯粹是占便宜，你跟人美国有什么贡献？你争取什么权益了，对吧？美国很多地方出台那些歧视华人的政策，你去伸张过吗？美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地方，你可以游行的，你去过吗？对吧？你做了啥？你除了指责同胞，你还能干点啥？还有人说我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我觉得没有用，美国公民这个身份保护不了你。两个选择，一换皮，你真正的换的是白皮肤攒钱；第二个，你就买特朗普500万美元的一张的那个卡，你买了那个卡算是护身符，到时候可能会管用，也不能说肯定管用，是可能会管用。这两种都需要努力赚钱，你不行打份工4份工攒500万买张卡，要么你就皮，换皮也得花钱，否则你都不安全，你总有一天会被美国的这些民粹主义把你送回来，这叫反噬。我们都在反对这种极端主义，对吧？你有什么好高兴的？你还怎么你是蛀虫，怎么还有优越感呢？美国今天这样子是你在那努力争取的吗？换种说法就是美国现在的舆论环境是你争取的吗？我们在这儿也在努力争取能有个宽松的环境，不正在做这事吗？怎么反过来他还在嘲笑这个努力追求的人？所以这个社会是颠倒的，化妆粉的价值观是混乱的，黑白不分。那在国内的化妆粉那就是畜生不如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国内的化妆粉就是什么？他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敌人就是朋友，他不就这一套吗？还能玩出什么新鲜的出来吗？他也是没有原则，没有什么就事论事，只要你对吧？特朗普你反谁，你反那谁，你就是我们朋友，也不管这个特朗普是不是大嘴巴子呼他不要紧，这个重要你特朗普你只要喊着口号，你反对那谁就行了。哪一天这个俄爹来也喊一句我反对那谁，那俄爹就可以大嘴巴子呼他，他也能忍，他马上就倒头就拜普京为爹，都是这种货色。这我说的就事论事，你做的对咱们就支持，做的不对一样的咱们要骂。最后我再强调一下，我也不给特朗普爹贴什么标签，他做的对咱们另当别论，他做的不对咱们就得骂，就得批评。这个时候特朗普他没有什么道义的这个高点，他也不是代表什么正义，他这个时候利益排第一，是纯粹的是利益导向，甚至都是他个人或者小集体的利益，对吧？他今天大言不惭的跟媒体说他的朋友们通过股市赚了几十亿，那你说对他这么一个人，他的这么一个举措，你批评他有什么错？不能批评什么？最后还是劝一下化妆粉，不要自讨没趣跑来看，我不缺你这点流量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